聖誕節嚟啦，大家不免係飲食聚餐啦。咁飲嘅時候，好多時大家會選擇紅酒，因為我都喺美國時代雜誌揀出10大健康食品裏邊咧，介紹過紅酒係其中之一。所以咧，飲酒好多朋友都會揀紅酒，特別係女性嘅朋友咧，飲紅酒佢覺得係對佢有好多嘅益處嘅。咁究竟飲紅酒有啲咩益處咧？而家逐一為大家介紹下啦。咁有研究話，如果你一日飲1至2杯咧，咁有下列嘅好處。第一係咩咧？佢話係保護心臟啦。咁因為咧，法國研究就已經有人發現咗，如果每日飲1至2杯咧，可以令到你嘅心臟病嘅危險性降低咗35%嘅。咁所以好多有啲係有心臟病嘅病人咧，佢係會間中飲少許紅酒，唔係話想好杯中物喎。不過佢係為咗保健而飲嘅。咁第二樣嘢咧，佢就係促進呢個睡眠啊。如果你失眠咧，睡前飲少少紅酒咧，係會令人容易入睡。咁其實飲任何酒都會令你容易入睡，因為酒精就係令人哋有啲想瞓覺嘅感覺㗎。第三咧就係可以美容養顏，咁啊女士最喜歡噶啦，咁所以好多時女士都會飲紅酒嘅。咁點解咧？因為佢含有一個單寧，咁佢仲有花青素，嗱呢啲可以收緊你嘅肌膚嘅，咁啊所以達到美容嘅功效咯。咁而且咧佢仲係好好嘅抗氧化、抗衰老嘅呢個效用嘅。咁另外紅酒仲有多種嘅礦物質咧，呢啲咧係有舒緩神經啊、鎮定神經、消除疲勞、調理體質等等嘅作用嘅。第4種咧又係女士嘅恩物，因為可以舒緩經痛啊。佢話咧紅酒能夠有舒緩經痛嘅作用，係因為屬於嗰啲氣滯血瘀型嘅經痛病人咧，因為佢個疏通咗個經絡，擴張咗個血管咧，令到個肌肉鬆弛咗咧，咁變咗佢個經期嚟嘅時候就冇咁痛啦。咁一放鬆咗，血氣流暢咗，咁嘅代謝自然好啦。咁所以咧，女性喺呢個時候飲紅酒就係有個幫助。佢其實唔止紅酒嘅，就算清酒、梅酒呢啲咧，只要個酒精濃度超過5%咧，都有呢個係溫通嘅作用。咁而且你如果係痛嘅話咧，經期前1個星期開始，每晚飲半杯，大約100至150個 cc 啦，呢個咧就可以幫你舒緩經痛啦。第5點就係抗動脈硬化，嗱呢個好緊要，因為如果係咧，就我哋嘅健康好受影響噶啦。紅酒有呢個咁樣嘅特效果咧，係因為佢含有抗氧化物白藜蘆醇。佢可以抗血栓、預防動脈硬化嘅功效。嗱，因為佢有呢個預防呢個血管嘅動脈硬化啦，所以第6點就係預防腦血管性嘅痴呆啊。因為研究發現咧，如果你平時飲少量紅酒咧，係有助預防因為由動脈硬化而引起嘅腦血管性嘅痴呆症嘅。咁所以咧，避免自己年紀長又會呢個嘅痴呆症咧，咁你間中飲下紅酒都係不失一個好好嘅方法嚟㗎。第7點咧就係改善血液循環啦。咁紅酒裏邊嘅葡萄多酚咧就係有抗氧化、促進血液循環嘅作用嘅。咁因為有呢個作用咧，所以可以降低我哋腿部嘅動脈疾病呢個機會啦。嗱，有一個研究咧係美國伊斯雷爾醫療中心嘅研究人員咧，對5635名嘅志願者進行咗7年半嘅追蹤調查，發現咧，如果你每個星期飲酒1至13次嘅人咧，上咗年紀之後，你患腿部動脈疾病嘅機會咧，比唔飲酒嘅人咧，竟然係低出44%嘅，真係想唔到，原來飲酒喺呢方面有咁大嘅幫助嘅。咁研究人員就解釋啦，佢話係因為人嘅年紀增加咧，腿部嘅動脈血管逐漸硬化啦，咁就會影響個腳啦、呢個小腿啊、足部啊個血液循環，咁啊導致你嘅腿部會覺得痛啊，有啲灼傷感啊，或者係手腳冰冷，同埋皮膚都會變色嘅。話如果適當飲用呢啲酒咧，係正好改善呢啲嘅狀況啦。另外咧就係可以有可能
減低肺癌嘅機會。嗱，有一個研究喺10月份嘅美國癌症流行病學生物標誌與預防呢個雜誌嗰度呢，佢報道咗個內容，分析咗有84,170名嘅年紀45至69歲嘅男士。乜嘢男士？係吸煙嘅男士。佢哋研究吸煙、飲酒同埋癌症嘅關係。嗱，佢哋係針對幾種酒：紅酒、白酒、啤酒同烈酒4種酒對癌症病患者嘅影響做咗一個研究。結果發現咧，你曾經吸煙嘅人，如果每日飲1杯紅酒，患肺癌嘅機會咧係比較唔飲紅酒嘅男士係低60%嘅。但係佢話你飲其他酒就冇呢個預防肺癌嘅功效嘅。咁研究嘅專家佢就話，點解呢？係唔係因為酒精可以防癌？千祈唔好誤會而飲多啲酒啊！佢話係因為紅酒獨特嘅成分就係呢個白藜蘆醇同埋呢個類黃酮咧，係有對抗呢個嘅肺癌嘅作用而引致嘅。咁所以聽到咁多紅酒嘅好處，大家都會喺聖誕節來臨嘅時候，大家係暢飲一番啦。但係其實又唔好噃，因為紅酒飲多咧係弊多於利嘅。咁佢嘅唔好處係點樣呢？下回分解啦。今日到此為止，多謝你哋嘅收聽。